街向我走来，问了一些莫名的问题，像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卧台，一直在赌城。我说没有，你怎么相信？但他在我的背包里，他在我的背包里，他在我的背包里，他在我的背包里。嘿。你在对街向我走来，问我一些莫名的问题，像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卧台，一直在赌城。我说没有。相信，但他在我的背包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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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在我。背包里，你在对街向我走来，问我一些莫名的问题。嘿，谢谢。都会那时候写这首歌的时候。